知，kết花在也心中，牙界面孔，要在牙界眼中，唔會認會牙舍裡才能，但係認錯，上帝也界面面，雖然要是。
就是安像通多nhà cây xa khiến ngà cây xíu chẳng đi cả ngày cho phá buồn ngà cây kiểu phù chiếu buồn chiếu thì hàng tiêu nhà cây miền chiang thắng tô nhà cây sáng cả ngày cô si giàu như lời dỗ pan khiến ngà cây xíu ngà cây chua chẳng như mỗi ly cội ngày dù si ngày bơi kiang dù si ti ông pan ha dù si ăn chong thăm tổ nhà cây xa khiến ngà cây xíu chẳng đi cả ngày cho phá buồn ngà cây kiểu phù chiếu buồn chiếu thìn hàng tiêu nhà cây miền chiang.
穌上帝，感謝你主耶穌上帝，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感謝你主耶穌，感謝你主耶穌，感謝你主耶穌上帝。我哋實敬拜嘅上帝，尊生嘅上帝，全能嘅上帝，主耶穌上帝，我哋實感恩，我哋實能夠來到呢個機會，我哋實相信你愛我哋實主耶穌上帝，你就講我哋實統裁主耶穌上帝，感謝你主耶穌上帝，加熱到我哋實愛聽一個話語主耶穌上帝，你教乜一個僕人傳一個話嘅，使到我哋實聽一個話，能得到一個力量，能得到一個福主耶穌上帝，感謝你主耶穌上帝，你教乜一個僕人，使到我講嘅。請從你來嘅主耶穌上帝，感謝你主耶穌上帝，奉耶穌基督嘅名，我哋實感恩，我哋實禱告，哈利路亞，拋小本主耶穌上帝，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搶錯，哈利路亞，要快樂嗎？熱天要快樂，準備到參加上帝嘅聖言，阿門。拋小本主耶穌上帝，哈利路亞。時間日過日前晚過嗬，你日要講11日後了，係冇？從頭多一日過日咯。啊，你要乜有辛苦準備好過日啊？忙啊，好準備啊！3日是啱忙10日做到夠，係冇？自家夾本能遲到拜六，你係要講隔集拜六，夾本自家講偏哥出門，你係要講2個禮拜偏哥冇量，加2個禮拜偏哥盡咯。阿門，我哋sa kết婚感謝自家每日咋，後來回代下你，後來辭回，未準備到自家人，但係上帝嘅愛結婚提本自家，阿門。上帝選自家來到話你，係咩上帝選自家冇可能啊你錯到，係嘛？晚要開始呢個上帝嘅話語，就是我愛講粵劇故事本兄弟姊妹聽。呢個故事呢，都係實件嘅故事。呢個故事都發生在每結案，呢個我一聽呢個牧師嘅每個牧師嘅佢講出嚟，佢經過嘅佢講出嚟。呢個故事都講到兩條狗，即係一條狗到呢個牧師嘅狗，一條狗到幾個夾別人嘅狗。即係有一日，佢車家牽出一個狗。係嘅，無糖嘅行啦，滿背嘅行。即係牧師嘅狗到千大條嘅狗，呢一夾別人咧成狗到細條嘅狗。即係車家到出來啊，行咯，一個細狗嗱，到看到呢一對大狗，佢到陪佢啊，即係大狗知道你陪我陪進來，車家相隨陪啊，陪來陪去，大狗拗走啊，你點陪我？就講你行嚟對你，即係大狗都對人去細狗嘅，牧師都驚啊！呢大狗咬到你嘅狗，我家是咪配女啊？按殺按落呢吉娃娃嘅狗，按細條，但係佢按貴嘅呢個狗啊！即係佢都對人去，對人一條對到一條陪，呢個細狗都一陪嘅，可能2000到2000咯，幾個主人佢咪可能點冇叫嘅，咪冇男嘅行嚟。但係佢冇走，呢個細狗堅陪，大狗都見錢，結果兄弟姊妹啲係咪發生嘛？要然後批啊，大狗走到佢面前了啊，要然後批啊，上次嘅思想熱天，細狗本件噏吃係啊，但係咩樣？掉佢面前了，細狗用佢熱錢力啊，熱100分嘅力嗱，好講，佢驚佢準。但係佢冇走啊，佢係半啊計，佢再陪，結果大狗縮喺度，就有一個主人係背喺個空度，嗰個牧師講：，呢個一牧師按提渣，按惡本，猛啲要被驚到，你驚個細狗。嗱，呢個故事呢睇上切家，細狗就係上切家一樣，生下大狗上門thị啊。生下切家啲哦，門thị切家潛來啊！咩講每集門thị切家潛來，但係除咗愛門thị生下切家潛來，
有乜講到啦？今日講到評論設計模式肉氣啦，模式配嘅要協壓高啦。但係按人識理解通理通，解清安度設計潛來嘅。jadi咧石橋係冇賠嘅，可能佢根本唔對嘅，可能佢唔係賠嘅，係冇但係佢先賠嘅，賠到佢一路時前來啊，佢不準啊，佢不驚，即係設計。設計知道問題來到設計面前，設計不準，設計不驚，但係佢冇走，從一睇石橋，佢冇走，佢冇退步。佢雖然佢驚，但係佢冇退步。姊妹懂咪？姊妹佢啲一個主人要自己強下，一個主人一天冇變佢點解提高佢乜？係咪？像設計，雖然設計按多嘅問題，設計朝個問題窒來窒去，窒來窒去，但係上帝係提醒設計，佢冇變係設計。阿們，設計嚟看住團父啫。學士本上帝，哈利路亞！看住團父啫，唔吹。Mazmur 34:15節，詩篇記34:15節，哈利路亞！有啊 ？Oke. Berarti 16 di situ. Oke. Hiểu thuk saya thuk dah. 1, 2, 3. Mata Tuhan tertuju kepada orang-orang benar dan telinganya kepada teriak mereka minta tolong. Amen. 奉小本上帝，哈利路亞！呢個經節講到提醒設計，上帝嘅目標要看定設計。阿們，看定設計嘅意義啊！你講到設計就係上帝嘅意義。當設計信任做耶穌，做設計叫做設計就變咗意義了，就變假嘅意義了。阿們。呢個經節都提醒設計，像一個世界，雖然佢準佢強，但係佢冇退步。姊妹到佢啲，佢嘅主人撞定嘅。設計超係想，設計超係長見用人，像呢個世界，嗰世界話依隻嘅話，佢同步佢都冇思想，唔像設計。爸佢設計人有思想嘅人，設計很改啲，很改想，設計係上帝要設計通齊。阿們，拍小本上帝，哈利路亞！接hai講dan telinganya kepada teriak mereka yang minta tolong. Cái nhị không yêu thằng chị cả, xe gì xì à, giao kiều xì à, kiều gì xì à, cái yêu thằng chị cả, sang hạ chị cả yang mo thằng đầu gì à, chị cả thằng này thằng chồ hay sang à, mấy sòng đi sang à, chị cả thằng chồ hay sang à, ngài cho chị khai kiên chiến, sòng chặt nhất à, sòng chặt nhất, nhà lý khí tàn cố anh nhìn à. Hiểm跌退步啊，險跌退步，姊妹道問題很多，我講係重複，知道冇本事，知道唔配得對於上帝做上帝嘅工作，但係自家問題很多，自家就按照呢類就先通，讚美上帝，佢笑講哈利路亞，家轉到去問題就係很多啊，問題就係很少啊，知道唔配得啊。過了要日拜三，設家都係每集拜三間要禱告聚會間。biasa sih，平常是6點半聚會，嗌5點出到了啊，5點出日跌嗌超到了。計日我嚟重複講，嗌冇去，嗌遲到嗌按時哩，嗌遲到嗌撈大小面確樣啊！佢講啊，嗌遲到嗌去先堂讚美上帝，佢笑哈利路亞，但係嗌轉到不卡，問題就係照。就係用人佢講，按時你講，嗌冇去你曉講，你行班學了，嗌到成兩定義了啊！自家未掹接撞佢遲到，自家朝唔配得對上帝啊！做到本上帝嘅工作遲到，做到唔夠字啊！遲到按時你啊！遲到日做則日則沒有上帝嘅聲音未按樣先沒有問題，很按多樣啊啦！這裡，但係嗌到。日子沒有，我相信啊，自家要信靈啊，每日子自家要信靈提醒本自家，探自家冇退步。這啲我講，我怕自家分氣格呢度，腳唔可以你曉講。佢到下面創嘅水現話，面創嘅水現到5點半了啊！我心講到亂咯，你話班學了5點半了啊，就別曬跟5點半都開始禱告了啊！本呢個同工嚟禱告嘅日子點鐘，這啲我後就我又聽見面創但係我少了我冇辛苦哦，我又。
bằng lỗi hiểu mày tiêu có ngay相信kia mẹ ơi mày nói à đó 但係佢係對陣對佢家思想啊思想講佢聽你唔配得你阿小麗你都沒有帶小面確認但係佢係心係相信有心理提醒佢去了啊阿們托住本上帝哈利路亞個了佢可能愛晒啊佢係細量講好愛陪你去嘅我自家去看上帝嘅自家講咪兄弟姊妹啲嘛你哋話你6點出碟了等禱告超6點出碟佢肯講愛講愛退步你冇退愛退你冇退乜嘢曉嗱你啱重複愛你退愛乜嘢冇退嗱愛乜嘢喺哪裡啦你退愛熱點退愛講緊長退自家要做責負責任嘅人自家來自家去睇自家來自己頭肩自家講佢聽自家退講佢聽緊晚啲6點半日開始自家嘅題目師講到啲佢講嘅反應你啲講咪嘛佢講唔好退步啊你嚇到冇你知道我行我知道真正破少本上帝哈利路亞我真正知道咧計下上帝佢家單殺千人㗎我都殺講唔啊我都殺愛退步之事啊上帝講唔好退步我成日唔好退步佢未見下你都殺來就啊你唔未接責個不杜蘭上帝嘅講你都殺騰我唔定你都殺對付嘅係咪東西我唔定你對付嘅平痛安難過我唔定你對付嘅經濟安難過但係上帝講你聽唔好退步阿們哈利路亞上帝曉格我講接種曉格兄弟姊妹講阿們佢講我聽唔好退步嘅我知道我聽我嘅反應我沒接我良心沒接真正嘅數唔開啊知道上帝你被按下我啊係講緊嘢反應係咩講我唔好退步可能我都稍微退步退下啦但係上帝錫我阿們錫兄弟姊妹阿們佢講唔好退步上帝錫你上帝切家從切家吹切家阿咩都是都啊上帝都錫你了上帝都選每一隻切家錯喺哪裡嘅吹不卡騰呢頭嘅上帝選切家阿們上帝講唔好退步我選你冇錯嘅上帝講唔係你啊曉能夠啊未用嘢能力來將曉乜你配得啊但係啊我嘅愛啊我時吹攝時間來啊3年一計除啊是到你樣配得來到我嘅面前阿們自家破小本做耶穌上帝家嘅愛釋歡提本切家佢時吹攝時間真未到家嘅愛真未到佢寫切家佢唔會切家去滅亡嘅路佢係切家得勝阿們哈利路亞我聽我呢個反應之時啊聽我佢講冇退步啊我知道我會衰下去了上帝我搞錯我嘅生命本意了我知道你真正盡生嘅上帝你係主嘅上帝啊你啲啊我對付嘅係咪我按難過嘅係咪上帝你冇變係我上帝一種冇變係兄弟姊妹啊你錯得呢可能你知道上帝我生意沒冇聽上帝啲你很能夠擔到所以佢mang來叫你佢要撞定你但係佢啲你很能夠鉗過去是當樣曉上班你唔會點樣做嘅成年做安亞字一個信心樣曉就更加強阿們哈利路亞學小本上帝自家發開自開見節在以布拉尼你開見節你提醒我你下面提醒兄弟姊妹以布拉尼10 38節到39節希伯來書第10章38到39節oke Tetapi orangku yang benar akan hidup oleh iman dan apabila ia mengundurkan diri maka aku tidak berkenan kepadanya amin 呢一句翻譯講到啊但係我嘅兒女啊hết柴吹善心係講佢退步佢唔合字對嗌上帝講啊我嘅兒女超係講切家嘅兒女切家hết柴吹善心阿們上帝講啊切家冇退步係退步上帝熱天冇合字對切家從切家係半冇退步上帝熱天為黑笑叫切家阿們哈利路亞破少本上帝嘅接下去嘅節講到39
Tetapi kita bukanlah orang-orang yang mengundurkan diri dan binasa, tetapi orang-orang yang percaya dan yang beroleh hidup. Haleluya. เพราะสิบุญสองตีกี่กองตันให้ชิดกะไม่ถุยผูกไก่เงินกองเนี้ยเก็บเปียทางชิดกะไม่ถุยผูกไก่เงินอาเมนฮาเลลูยาพอสิบุญสองตีไม่ถุยผูกไก่เงินไม่เม็ดมองไก่เงินไม่บีนาซาไม่เม็ดมองไงยินตันให้เต็ดสินไงยินอาเมนสองตีก่อนเกี่ยกับฝันยิ่งสิไผ่ชิกา相信เกี่ยกับกินสู้เสียกับ每日將佢做熱大位爭齊切家愛依靠佢千萬就愛依靠切家嘅思想อาเมนไง講ไป三日啊切家牧師講過到啲講唔好退步佢肯要講熱將呢趟我買晒生買晒生講呢趟你應配得買晒生講呢趟一個朋友嗬買晒生講呢趟一個成年冇叫了買晒生講呢趟一個堅持冇叫了家出未上地來嘅家個下年嘅生理搞臭切家係鬧事啊係咪？故所以呢提醒切家係咪要講聽後生講呢一朋友好冇變哦家超慢慢切家係奉耶穌基督嘅名而走開，阿們。切家係上帝講切家聽嘅，你就前途，你一個平同能夠得到支持，阿們。一個經濟我被恢復轉去，一個家庭我被恢復轉去，阿們。哈利路亞，破小本上帝，哈利路亞。生下切家，經過問題之時，切家被撲虐，家偏爽嘅。切家恨你肉體你吃到吧？這啲切家為鬧事為搞臭到切家為撲虐偏上嘅，但係切家我冇搬呢個思想來啊，控制切家呢個驚呢個平痛控制切家，控制到切家知道冇路行，知道我費事望上帝，我知道上帝你冇叫我，知道切家去退步，切家唔做得難容易。阿們，切家要善見吐嘅，上帝反義吐嘅，上帝被隔切家講喂，吐嚟反義思想嘅反義嘅，阿們，反義被提醒切家愛用班做，切家愛用班行，切家愛減咪結田，切家愛用班獻來對付呢個問題，上帝嘅反義被提醒切家，上帝吉咪從恩憐用獻，人送當面隔切家講。你下個名樣上帝嘅自家講威，都透過嘅嘅反應，透過嘅善見嚇，透過嘅仆人傳嘅話，透過嘅聖人講出嘅見證，就係用嘅自家講威上帝，故所以自家安從又來賜福，阿們。我結婚感同看兄弟姊妹阿姊阿叔阿伯安老喊後來到你生下颱風太歲喊後來我知道啱感同你都晒善心節真係亂別曬撇破小本上帝咩安該生下安多問題為攞切家下為攞切家走生下切家被知道冷淡知道我去戰堂我冇得到米我知道我求上帝佢上帝寫上帝都咪被喊冇聽我嘅聲上帝你阿妹知道切家變了冷淡咪先退步了去到似乎似冇得到咪係扎呢拜四知道懶去有係嘛要你嘛你要嘛你嘛滿拜滿安到係提醒切家冇人用對提醒切家雖然切家可能切家知道來到我被冇得啦咪再寫再求上帝求到上帝夾切家講咩上帝講切家聽係唔班行用班嚟對付反義吐嘅切家先就來賜福係冇來到賜福切家用班要聽上帝嘅聲切家用班要啲上帝夾切家講咩即係透過賜福話切家用要聽上帝夾切家講咩佢所以賜福安從就冇家下講知道朋友家超去出去食下飯呢冇意思自家要自己出去食下飯你禮拜晚去賜福那上帝去食下酒
阿里嘛，muốn quay theo. Hallelujah. Chiều ba, liệt lý bánh thà na, mang hi chi phơi na, hà chả lý bài nói hi na. Sáng hà nhị im tia, cái chả lý bài thổ thế bốn nhị, nhị xài yang hết nhị tia thế là cái hà. Sao mà? Cô số gì mỏ lý khơi chi phơi, xích phận nhị chàng ấy, ngay ơi, mà sai chàng ấy xích phận lý hà, cái chuẩn hi lại, chỉ cái gì xích phận, mẹ lý hà, mẹ chi phơi gì gan, hay à? Mua quảng mua gì gì, chỉ cái chồng ấy à, ngay nhông xiong à, chỉ cái quảng mua gì gì. Cả當切家要門體之事，何之事之間冇切到，要門體之事呢？切家寫上帝，做耶穌叫我啊！上帝講，等下來我冇意思對我嘅聖言啊！切家有乜嗱？切家即冇人用切回到切回時間，到來，我看下呢阿姐啊，數撇落邊啊，3點都到了啊！3點都到了，但係呢，只係詐字啊！佢講啊，2點半都等人家接我啊！你去想，這個信心地道luar biasa。我相信每一隻錯人啊，你嘅信心熱揚，車間 luar biasa。阿門，破小本上帝，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切家啲呢個事件未按規個，節日個節日，經濟節冇，節日個節日，講加了，春鹽平了，叻了，加了。แม่เราชิดก้าสินเสียมเจ้าถุงแม่เราชิดก้าชิดต่อปุ่นกีมันโลชิดก้าตีอ่ะสังหาชิดก้าเสียงอ่ะเดี๋ยวกุศลยี่ชิดก้าลีเนียที่เสียงชิดก้าเปียงสินเสียมเปียงแข็งเลยฮะชิดก้าชิ้นแม่ตุยสองตีชิ้นแม่กะสองตีอ้อยเลยเจ้าคิวกีต่อเก่ามุ่ยเนียกะกีกินไปกีจันมุ่ยกีอ้อยเลยชีฝอยสีดาวชิดก้ายังเหี่ยวชิก้าสินเสียมยังเหี่ยวแข็งจิตนิดก็จิตนิดยังเหี่ยวเจนก้าแข็งอาเมนให้講要小祝福嘅，切家來參加來小祝福都按重要，姊妹到小祝福恁嘅話，像切家要熱集學約，劈雜嘅姊妹人後幫持切家，是到切家車後來，只咪門鐵車後來禱告，阿門，阿門，哈利路亞，破小本上帝，哈利路亞，我相信每日就切家。來阿哩嘅，唔係切家善上帝，從係從切家善上帝，從呢樣嘅世界，可能切家就係，可能切家離開上帝，但係上帝善切家，上帝善切家來阿哩，是到切家ยัง好，有人用獻嘅獻賜對上帝，有人用獻嘅愛對上帝，只會到上帝先愛切家，上帝本切家嘅愛，阿門。我知道咧，十分感謝上帝。我係你企陣時，我講你聽老師講我是準啊，好十分上帝。我偏哥講我聽用，你講頭節嗬，theo我是講偏哥我唔曉，偏哥我按驚啊，我講啊，我唔曉偏哥我講啊，偏哥講你曉，我。偏哥我知道我冇人用錢嚟抌水啊！偏哥講你曉，我禱告過了。偏哥講啊，嗰度啲錢我冇講我唔曉，即刻不見樣講到係喎。咁上帝嘅僕人啊佢啊，佢點切家係講冇接起呢個機會，切家過hết生啊，係啊，兄弟姊妹個手指係啊你嘅，係咪講你要講喊你禱告阿姊阿叔三眾姊妹，冇講唔曉，對啊。上帝本切家能力啊，本切家係在，雖然禱告到咩到按強，但係講嘅咁講嘅，是到切家講出來，只是聖靈為牽帶切家，阿門。聖靈為用班教切家用班講，係切家做一隻上帝嘅聲音，人家喊切家禱告切家唔曉，切家按小呢，係啊，佢用你先做，我喊你禱告本愛你唔曉。家下你禱告，家你用曉禱告咧用曉，切家係知道按時候咧，係啊，個所以係阿姊阿叔阿你哋係要夾別人啥，係要講不平嘅、破約嘅，咁去禱告本嘅，阿門。只會到唔係切家善上帝吧，善上帝善切家吧，你有你錯到，就係上帝善你話，上帝為教你用班獻，用班人嚟做上帝嘅工作唔為難，阿沙切家要熱責心愛嚟做，阿門。
切家要熱責啊，用獻咩樣順服啊，順服對上帝啊，像係順服對邊個，就係實際係順服對上帝咯，係嘛？係嗌就嗌要提嚟，就嗌説妹，嗌安驚我説講，嗌唱嗌安尊啊，嗌咁熱責呢排嗌説背咗啊！我會做啊，見緊上路家我收錢，我係要講班錢啊，用錢啊啦，就啲我知道。哎呦，上帝我每啲我交錯半年啊，你是人嗌上帝，係你負責人咯，上帝你是交乜我又乜講啊，是唔啲啊？你是今日嘅聖人講咩話？你就誒，你家單殺嚟講，聖靈你嚟看待，佢所以連日我相信上帝單殺嘅，你都收講，喂阿們，咩嗌講？但係聖靈看待，聖靈講。阿們，聖靈嚟講，兄弟姊妹聽，提醒兄弟姊妹，信心變強來，唔好退步。上帝要照顧切家，上帝冇做可能切家。阿們，哈利路亞，破小本上帝。切家識了上帝，然後切家真正係最快樂嘅人了啊！切家最快樂嘅人啊，雖然切家有問題，世間嘅人每日賺人家有問題，但係切家要熱責上帝啦，切家要揸作啊，切家係上帝啊，切家啲啊，切家係上帝，切家係天阿爸，冇可能變係切家。佢所以切家為過呢個世間知道按難過，按重擔，切家很啲，切家很想，上帝很要切家同齊，上帝冇變係兄弟姊妹，阿們。切家最快樂嘅人咯，係講切家離開上帝，切家真正係失半啊！切家真正係失半，離開上帝，切家咩過好啊？切家離開上帝啦，世間你本切家係快樂啦，接下潛死啊，過hết，切家要係嚟煩，係嚟叫咩講？切家先嚟上帝聖人唔曉煩，唔曉叫咩？但係切家啲啊，切家想啊，雖然我問題很多，雖然我平痛猛好，雖然我家庭很弄高，雖然我嘅聖人很忙騰。但係我地上帝，你揸係我啊，你看人我嘅笑，你冇變係我啊，阿們，拍小本上帝，哈利路亞，切家要熱責揸作啊，切家要切嘅咩樣熱天啊，上帝都夾切家同齊，切家啲啊，切家要熱責背硬啊，人家講啊，一個下每ngày唔記得我們講，呀，切家要熱責背硬吹上帝啊。上帝冇變係切家，一個反應唔是失敗啊！佢講一個前途啊，masa depan penuh pengharapan啊，一個前途啊，就希望啊，阿們，一個平痛就希望，阿不要破藥阿不要五毛阿不要平痛，阿不要腳痛，跳哪痛？上帝講，我會支持你，阿們，哈利路亞！感謝上帝，每日就切家，今日得到一個反應，切家愛想。切家冇退步，切家係依靠嘅，切家係啲，佢係反應唔是失敗，切家係想，佢想切家，阿們，佢想切家，咩切家想嘅，所以想了切家，切家咩做熱責，普通嘅沒有基督徒，呀，切家係做熱責撇嘅基督徒啊，撇嘅基督徒係咪係去傳福音，係去做上帝嘅工作，但家門輩嘅人唔識上帝嘅人，來認識主耶穌，係冇切家來出去傳福音，賣晒又去傳。切家門熱責，佢先善了切家門熱責，切家人又出去傳。切家理，人家講，切家係無先跟愛惜飯，切家來到你，切家係連都識反意，識嚟反意，切家係出去傳嘅反意。阿們，哈利路亞，破小本上帝。哈利路亞！嗰所以上帝講，兄弟姊妹聽，信心變強來，呢一個鏈啊，滅行來啊，bằng kết căn rau mù，是到呢一個火啊，能夠斜搬一個木卡人，斜搬一個會夾入鏈沙，是到呢一個掛單一個力量啊，一個力量，後來滅劈晒要撲喐晒，後來幫自己。後來沒有本嘅熱責，kelegaan konfai pun kita konfai si toki kita doan chung tamai kiau ti kiau siang kiu song ti kine he song ti sian cái kine nen kêu say song ti chủ gia su nen kêu say ki thiên apa amen
哈利路亞。故所以切家從今日開始出掉啊呢啲，愛做上帝嘅工作，阿門。故所做上帝嘅工作嚟，第七屆不看人，第七屆結別聯撒，第七屆親戚朋友嚟識上帝，認識上帝，直到基本係為得到問題之時，佢很曉啲，佢有上帝學識，佢有主耶穌學依靠，阿門。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感謝上帝，我知道我嘅講嘅反應就係道理不字，提醒切家愛唔好退步，信心愛走門嚟。阿門，我唱咧舊kiếm舊苦爽嚟，哈利路亞，破少本上帝，哈利路亞。我唱兄弟姊妹起嚟，我困到點鐘啊？係話我冇做安慕，哈利路亞，切家嚟讚美上帝，阿門。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係講兄弟姊妹啊，你哋要知道，學約嘅係要知道，身體唔冇嘅，嚟透過呢個讚美，透過呢個敬拜，相信千萬對住上帝，上帝能夠恢復你，上帝能夠支持你，阿門。嚟第一個敬拜，第一個讚美本上帝。冇可能對住你，冇可能對住你上帝，真心愛相信，更愛來希望耶穌上帝，冇可能對住你。冇可能對住你，對啊上帝，我就實啲，冇可能對住你，冇可能對住你上帝，真心愛相信，更愛來希望耶穌上帝，冇可能對住你。冇招講冇可能，我就殺死做耶穌上帝，也就講我就殺統裁做耶穌上帝，認識表現我就殺做耶穌上帝，我就殺相信，我就殺敬拜做耶穌，係尊生嘅上帝，係尊生嘅上帝，感謝你做耶穌，哈利路亞，冇可能對住你。冇可能對住你上帝，真心愛相信，更愛來希望耶穌上帝，冇可能對住你。
愛嘅天父，我哋實感謝你，我哋實相信主耶穌上帝，一個大豐滿發生出嚟嘅，我哋實相信主耶穌上帝，來學約嘅，佢賺佢得到力量，主耶穌上帝，來要平通嘅，佢賺佢得到支持，主耶穌上帝，感謝你，主耶穌上帝，我哋實賜福到呢輩子。我哋實相信你嘅愛冇限制，我哋實相信你盡叫格，我哋實統齊做耶穌上帝。感謝你，感謝你嘅天地做耶穌上帝。今日到我哋實愛帶我哋實奉獻，而來親情呢個奉獻，時代呢個奉獻能夠我哋實種就呢個名字。感謝你做耶穌上帝，來向弟兄妹自家送笑起來。親愛嘅天父，我哋實感謝你。我哋實聽我一個反應，我哋實得福，主耶穌上帝。你本我哋實一隻力量，是當我哋實能夠出去創一個反應，我哋實相信，我哋實得到一個平靜，得到一個快樂，主耶穌上帝。充滿落我哋實心，我哋實帶一個愛出去本人，主耶穌上帝。你來看待每一隻一個聲音，盡嘅不卡，冇受欠一種東西，主耶穌上帝。哈利路亞，奉耶穌基督嘅名，我哋實感恩，我哋實禱告，大家切切嚟講，阿門，哈利路亞。